最美嘅路永遠係回家嘅路，注意別墅過生活，你嘅心靈一定會揾到歸宿。今日咧繼續帶大家睇中山嘅別墅新時代南灣北岸，現在咧在售面積段由1500尺到2000尺都有，咁佢嘅 total 總價咧大概都係100萬人仔出頭啫，而且仲係現樓發售，即買即收樓啊！咁呢個樓盤咧就位於神灣片區嘅中心位置嘅，咁出門口就享受到衣食住行所有嘅配套，咁交通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，距離港珠西線板湖嘅出入口僅僅都係4公里，大概30分鐘就可以去到拱北，去到澳門。咁而港珠西線咧接駁嘅係港珠澳大橋，全程1個鐘頭都唔使就可以返到香港啦，真係入則寧靜，出則便利啊！新時代南灣北岸呢個樓盤咧係由洋房、疊墅、別墅幾種唔同嘅產品去組成嘅。咁咧佢嘅總建築面積咧有成35萬平方米嘅噃。今日咧帶大家睇嘅咧就係呢個1500尺嘅疊墅產品，可以做到3房2廳2衛。一樓係屬於客廳、餐廳、廚房相連嘅位置，5米半挑高嘅客廳，開間4米，係家庭互動、親友相聚嘅最佳場所啊！隔離仲有一個小陽台，每日一開窗就係巨幕嘅陽光。廚房連接住餐廳，大大咁增加咗你同屋企人之間嘅互動。2樓咧係屬於3間房嘅位置，咁後邊咧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可以將呢度填平佢，咁咧就可以實現到4房啦。屬於主人間嘅書房，採光都係非常之夠嘅，滿滿嘅書卷味。隔離就係連接客廳嘅位置，簡單而裝修嘅風格，俾到人哋一種低調嘅生活方式。主人房咧仲配置咗獨立嘅衣帽間、精緻嘅化妝區，生活更加優雅從容。同時都配置咗一個小陽台，收納清風，亦都收納風景。呢套咁舒適嘅疊墅咧，就適合你哋一家大細過嚟住啦。咁現在咧總價都係120萬左右，你就可以擁有呢一套1500尺嘅疊墅啦。咁因為係清水樓交付啦，所以咧後期你就可以根據翻自己中意去設計翻唔同嘅裝修風格。同埋咧呢個樓盤仲會有其他面積段可以選擇嘅喎。想要更加詳細嘅資料，記得WhatsApp翻我啦。買樓揾阿勝，唔會懵成成。